裁判来看啦。是啊，你是毋是惊输啊？我惊输。这样。这样。我给下你几粒？哎呦，阮头家今仔心情好，加送你一粒，谢谢，谢谢。你看，伊讲芊芊要毕业啊，送伊一份难忘的礼物。我就希望讲会使甲囡仔像朋友安尼共款。来比啊，回家去到遐，你我啥个？哦，什么代志甲伊讲，所以恁两个算讲互相拢足了解，敢是？ Yes. 啊，因小看修行的迄一天，